娘子先滚不查着吧，8点马子也没什么错。恭敬不出那么久也就了，错了当把家我听你足。明天就要高考了，警车为你们开道，工地为你们停工，弃车不许。明天的这一天，整个城市都安静了下来。为你们祈祷这一天，全国都在为你们的未来让道。我知道这场考试对于你们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当然我也相信你们是没有问题的。愿你们高考顺利，前程似锦，旗开得胜。其次，明天中午12点呢是恩珠的生日，我们也准备了许久，筹备了许久。所有兄弟姐妹，希望有时间的能够来捧场。明天中午12点准时锁定下方艾特恩珠努力这个账号，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大的礼物。昨天晚上我到成都之后，我就立马跑到重庆给你买了一份大礼物。好期待，你们也期待一下。3년多久学不那么惨嘛的，小姐。 마치 그동안을 오빠 초록할 똥을 지나가 무대 마시네